注音哦，第9课注音，这个 S 读做诗，哦，咱讲诗诗，哦，诗诗，哦，诗，哦，诗。过来这个呢，读做日，哦，无光子，咱台语无咧光子哦，日。譬如讲，咱讲日本就是日一日，哦，日。哦，来这个注音写袂出来，这个读做无地无啊，无啊，安全无的无。来啊，这个做母音，咱前第一课有讲过，那做迄个主音呢吼，甲母音无共款，母音是啊，毋过伫遮是做母音，就是啊，若后壁呢斗一个伊，就是咪哦，这个伫遮读做哦吼，后来这个读做哦。了伊哩，哦，了爱来，啰嗦的啰。过来这个呢，伫遮是注音哦，所以读做呢。啊，若后壁斗一个伊，就是呢伊呢，讲像呢呢。哦，这个读做鹅啊，徛鹅啊的鹅。啊，这个呢上歹念，迄囡仔拢袂晓念，这个叫哦，啊喙甲变到大，啊有鼻音，咱讲文雅就是哦，咱讲硬扁扁的硬就是哦，以上多谢，好来。